真侪甜不不的点心，上界经典的口味就是芳草味。芳草这款食物，伊的豆芽会当提炼出是品质的使用的香料。台湾用过的芳草叶拢是进口的，不过农业部对2006年开始投入芳草的研究，即马唔但会当种出这着种的芳草豆叶，也会当把这个芳草豆叶豆豆推向国际。 看起来芳公公的泡芙是芳草口味的，而且伊用的是台湾家己种的芳叶兰落去加工做出来啊。用过通摕来加工使用的芳草叶拢是进口的。不过农业部桃园农改场自2006年开始进行芳叶兰种植和加工的研究，也辅导在地农民豆豆种出咱台湾的口味，甚至得到国际奖3000的肯定。桃园农改场也专工找辅仁大学合作，整理出芳草叶风味轮。 香草的风味本来就很多元，它具有风味的成分可能高达150种以上。那风味轮是帮我们厘清它的味道是比较偏向哪一个方向。我喜欢香甜味的台湾香草荚一定是首选。受到桃园农改场辅导的屏东芳叶兰园主表示，伊种芳叶兰差不多5冬的时间，一直到第4冬，真无简单才照顾甲开花。今年采收已经有1800公斤，毋但得到国际奖3000的鼓励，也慢慢有业者会含因直接。最近已经慢慢有一寡业者，阮互因试用了啊，因看阮的品质真好。 慢慢已经咧，互因有咧采购啊，甚至日本的商社嘛是有来咧，甲阮咧接触。农业部表示，即马国产的芳草叶大概占台湾规个使用量的2/3，望以后毋但通继续提升咱在地使用，也爱外销。不过因也承认，若要和国外竞争，目前上大的困难是栽培的成本。因会阁继续改良较适合台湾种植的品种，提升产量，互咱的芳叶兰慢慢行出台湾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